啊，这个。哇，你赢到这支500万呢？嘿嘿，在里头。哪里头？在里头。嘿嘿。哦，啊，佮挂乌林的哦。挂。嘿，安尼，嘿。保护你的目睭。哦，安尼啊。哦，感觉袂歹咧。我足久拢无出来，啊，大家可能拢搞袂记了。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老师哦，老师今仔日咱要介绍一个哦，你今仔日要介绍大家这个暗潮基金。啊好，贵咯，OK。无啦，你互我挂乌林啊，这是要创啥？因为这两个道具吼，甲今仔日咱的主题有关系。咱要去的所在有关系。这个物件吼，全台湾所有的所在拢有，拢看得到。哦。会使保护你的目睭，嘛会使扎里头，所有的所在拢有。又袂出来。提示一下，伊的色水吼是甲咱两个做伙是同款的。有咖啡色的，佮有青色的。是。嘿。到所有的所在拢有。所有的所在，这应该是草啊吧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卖家情谊。因为就来今日的，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球啊！我甲你讲，会保护你的目睭，会使保护你的皮肤，做太阳。所以你互我这支是要顾目睭的？是顾目睭，唔是要找老师的。安尼我了解。安尼我找两个智商小队的队员。是。这两个吼，全台湾艺人的内底上爱顾目睭。上爱顾目睭。听起来怪怪的，你想哈？拢看幼去就顾目睭。你当啊，阿雄啊，紧哦，顾目睭啊，好康啊！什么？顾目睭的，我今仔日穿甲这个啊，一个花啊，一个球啊，斗一担呢。我抄啊，球啊。你敢知影球啊？吼，今日的主题球啊，伊有七情六欲，会艰苦，会欢喜，需要朋友嘛，需要爱情，敢有听过？这你学白讲的嘛？唔是我学白讲，这应该是一种大手工啦，伊可能有去挖到的款，无因哪知影伊迄龟仔哩树啊正啦，树啊正，你甲看嘛，伊安尼敢对？来拢会，这拢会安尼，真的啦，无啦是讲真的啦，真的啊，嘿啊，大自然有感情，树啊甲人共款，原文其详，嘿，各位请坐。来。今仔日咱的主题拄仔有讲过是树啊，树啊呢，有七情六欲这个代志呢，等下我的导览先生就会细细跟你道来。我的导览先生呢是一个足水的老师。顾目睭，恁两个突然间有精神。对啊。我的老师呢，伊伫我的心内底，伊就像一个侠女。到处行侠仗义，可以甲伊斗相共，甲树仔斗相共，因为伊是树仔的医生。树仔医生哦，大部分的时间拢是伫日本。日本呢，考树仔医生比考看人看病的医学院佫较困难哦。是安尼？是查某人佫较少。然后我的导览先生呢，就足少年的时阵，就伫日本。帮树仔看病，对，即马伊伫日本、台北两边飞，倒位有树仔需要伊就伫倒位。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日语讲的比台语佫较好的世界华佗洪春老师。洪春老师，这有春的老师你好，老师欢迎回来台湾，伊足无用的哦。是哦。嘿，今仔日会到咱的导览先生，真正是很荣幸的代志。咱导览进前有口号要喊一个，好，准备好啊哦。大自然的心声，啥人知？树仔医生讲互你听。欢迎老师。老师你真正是树仔医生哦。
我真正是树仔医生，嘿。啊，老师，你刚才移树啊，敢有移人？我无医人呢，嘿，我啊对人无兴你都拯救趣。树木嘛，嘿，我拢拯救所以你树较救树美女。救树美女啊！对，多谢，谢谢，多谢。太了嘞，这是。咱遮敢若伊会使，还未结婚啊？你当初是哪想讲你要去考这个树仔的医生？哦，当初哦，因为吼，我去日本读册了后吼，我感觉台湾的树仔拢无水，啊，日本的树仔拢真水。你看日本不是有枫叶，嘛有银杏拢真水啊，吼。那树仔就甲台湾拢无共款，啊，台湾的树仔拢绿一片嘛，所以你无感觉四季的变化呀。哦，啊，了后日本人吼，逐树仔当做是神。伊啊拜，嘿，100岁了后的大树啊，伊会来拜拜。有啦，咱嘛有大树公啦。嘿啦，是无毋对，毋过日本人爱树啊，爱甲袂记家己是啥啊。哦，嘿，啊，他袂记家己是啥？对啊，伊要保护啊，所以伊培养真侪树啊医生来照顾啊。嘿啊，毋是我一个人尔哦，毋过考到树啊医生的人，平均年龄差不多50岁、60岁。拢是有这上，但是你30几岁你就考到，嘿嘿，我伊类啊。你哪遮厉害着？因为我伤爱树啊。是因为啥物，互你遮爱树啊？我无介意人。你无介意人？嘿，还是我你较远的，较远。对。所以你甘愿，你甘愿甲树啊做伙交往，你嘛无爱甲人交往。啊，当然啦，树啊简单，啊佫忠实。你对伊好，我嘛足忠实的，你哪？我嘛拢跟他一个啊，系啊，你无忠实，你走，你都跟他插头嘞。无，因为吼，你对树啊好吼，伊会回报给你啊。所以有当时我要看树啊吼，去人的厝内边哦，一直去看树啊，拢来告状，老师，这人对我无好，哦，互我收这肥啊，互我变较肥，我即嘛毋知要安怎减肥。你讲树啊？去告状哦，所以卖黑白。照顾树啊，卖黑白用，卖黑白照顾，对，当然，卖黑白种，卖黑白哎呀，卖黑白加，伊会大家生气的，伊会告状。黑白加，咱台北市伫春天夏天的时阵，拢会修剪，道路上修剪，拢黑白加，哎对啊，迄拢唔对，迄拢唔对啊，你讲唔对。剩一个迄个茶箍尔，剩的就敷了了。哎，加到了后，迄树啊拢自暴自弃，因为变啊树歹啊。家己的衫拢脱了，脱掉就是啊。感觉行过，你感觉迄树啊吼，足害羞，足避暑的，哎呀，就是啊，敢若无穿衫共款。对。树啊有感情，佫会甲你讲，佫甲你斗，我讲哦，这个故事足精彩。是哦，我足尊敬的老师。哦，是。啊，无咱做来听咱的阿春老师的故事。好，来，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树仔医生詹凤春。今仔呢，真欢喜几只来大家人介绍吼树仔的一些秘密吼，啊也拜托大家人要认真听吼，来学习一下树仔的知识吼。来，认真听。嘿，认真听。树仔吼，甲人共款要朋友，请问树仔有歹朋友无？一定嘛有歹朋友，有好一定有歹啊。有好朋友一定有歹朋友，啊有没有色朋友？色朋友哦。哎呀，你别使讲你来话，你有在想对象吗？我是颜色较济啦，色朋友对。颜色较济，咖啡啦，我拿色，因为吼树仔吼，他需要很多朋友，啊伊拢靠伊的筋吼，安尼手牵手，啊所以今嘛我是树仔，我隔壁嘛是树仔。啊，即摆我隔壁树仔互通教的，伊会通知我。啊，若我拢共款，我嘛是樱花树，伊就甲我讲，你紧的准备者，等下毛毛虫要甲你教。啊，你的叶啊变较定一个。群主的对啊。嘿，伊会联络哦，啊，若一样都樱花树，一通电话就到。啊，若不同的吼，要几啊工会再联络得到。哎呦，你是讲因伫咧地下，伊迄个筋安尼，伊个筋咧做联络。
就敢那网络嘿，对，网络联络簿就是安尼。阿凡达就是安尼做的啊。哎，甲树啊，甲塔摩安尼用。是啊，伊的棍，树啊的棍会使联络。哎，联络。所以这是真的呢。这是真的哦。你当时知影这个知识？哦，这个就是我现在读册，大家人拢知影，这是基本知识。所以日本的知识有教这种诶。啊，当然，我要囡仔安怎生吼，拢要爱知。哦。嘿，所以恁看这相片吼，这树啊就是安尼，靠伊根吼，伊也做联络诶。嘿，啊，有讲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嘛要靠土壤内边的微生物互相照顾。啊，比方啦，我即马我衰弱啊，我需要营养。伊隔壁的树啊就送过来，伊还互相照顾的呢。新刷搁甲你地大档的，还会送糖给你吃呢。伊是爱送，安那送，伊是靠伊的根啊，安尼联络起来啊。啊，你无糖好食，我先分互你。啊，等你健全的，你再送互我。去送营养的物件。营养啊，伊头迄树啊叶啊制造养分，伊送落去了后，伊就分发。哇！安尼分发出去，所以拢是好朋友，足感动，就是安尼。而且袂收利息吧？啊，拄则讲着啊，歹朋友是啥物？啊，有当时啊，伊隔壁住无好人的邻居啊，要安那？啥物叫无好的厝边？啥物意思？厝边就是有当时啊吼，像讲我们榕树有一种叫做雀榕，雀榕这款树啊吼，伊住伊隔壁伊会不安分。也会慢慢的靠过来，最后跟你深深拥抱，掐死你。啊！哎，你的另外的恐怖情人了。对，愈换愈啊，对，给你包起来，把你包起来，结果就把你怪死你，这样掐死你。嘿，啊，不过吼，有当时会拄到歹人。因为你雀榕啊，若扑唔到人，要哪？啊，若伊扑到松树，伊就会中毒而死。哦，扑到你，迄松树家己会释放。有毒物质，啊，结果伊来扑落去了后，这张树啊就雀榕就家己会死。哦，树啊惊孤单嘛，要谈恋爱。哦，这是真的假？大家猜猜看。假哦。无可能。谈恋爱。无可能。不是，伊若需要朋友，一定就是会惊孤单啊，但是会谈恋爱无。树啊有公的嘛有某的啊，嘛有同性恋的啊。树啊嘛同性恋。比如这树啊，这什么树？台北公园228迄张，这台北市上老的叫做流苏树。流苏树。嘿，伊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四月雪。你在日本哈是很贵重、濒临保育的树哦。流苏树，我刚刚听过芒叔叔啊，流苏树我听过。啊，不过这树啊吼是假啊，是同性恋哦，是假哦，你甲假还做台语啊，是假，啊，那讲是同性，因为吼这树啊吼公的甲某的啊，同时在这一棵树上，嘿，伊是雌雄同株。哦，就是伊是公的，伊是嘛是某的，啊，伊若是需要，伊就是找别人。双性恋。伊要找别人吗？嘿，伊要找一小妾来照顾，伊才会开花。哦。啊，所以种这款树啊，吼，莫种一丛，你要种几啊丛安尼才有水。哦，伊会当。嘿，伊惊孤单，伊要叫别个树啊来照顾啊。啊，请问者，伊的骹拢顶咧土的，伊是要安怎甲伊的睡衣迄落？有筋啊，系啊，筋伊会出轨啊，安尼搞咧啊，你看，你太啦，你来，嘿，你来安尼来啊，唔是你讲骹唔係啦咧。我看者，这叫做竹柏，这款树啊吼是辟邪用的。哦，辟邪。嘿，辟邪用的啊，所以吼有当时我们种啊多位神是日本的神社啊，神社，或者说我们的寺院呐、宫庙哈，寺庙神社内底，拢种真侪这款的树啊。来学倒位有啊？都一里竹，都一里柏，公园有啦。那我没办法。一片尔。然后咱岸边啊，可能咱去伊的迄个空气，安尼就使啊啦。老师，我今年我有去迄细汉时去迄告别式，啊告别式了，我就头壳就感觉怪怪，无爽快，一直到今仔个怪怪的。啊，阮妈妈就去迄榕树啦，伊是摕榕树的叶啊，青啊叶啊。嘛是共款缀，安尼你拖伫身躯的，切片，就变好啊。
赶快的道理。赶快。你确定有变好吗？有啊，不过差6片呢。安尼。不过也有这好处呢。啊，女生找不到对象，找不到男朋友，这慢来啃起来，找到好的男朋友。啊，来我都有啦。你跟他讲啦，你兜你食到个酒，你家种是啥？家己种啊，家己种刚好。竹柏哎，辟邪。竹柏是它的叶子哈，叶叶啊哈是平行脉，甲一般的叶子无共款。台北市就少的嘛。很少见。这树啊，拢是要中原大学。哦，你中原大学，通啦。嘿，去学校找看嘛，一定有。嘿，来，我看一下这竹柏哈有一个缺点哦。这毛毛虫哦，它最喜欢吃2种树，拄食迄个竹柏，甲这罗汉松。罗汉松，伊专门食这2种。叫食到伊是毋都爱错开？嘿，啊，因为吼，你拄食看竹柏，甲这罗汉松，伊叶啊拢有毒。啊，所以这毛毛虫哦，就真介意食这2款。啊，食这2款，伊规巴肚拢是毒。对啊。啊，鸟啊才会食，对不对？鸟啊就不爱食。啊，所以它就所向无敌啦。哦。啊，所向无敌就变干呢？你看，我迄种掠一大堆掠几百个。恐怖。袂，我真介，我感觉真高追。你认真看，伊脚底底吼，哎，伊颜色嘛很艺术。我唔敢认真看。我感觉老师这人那有淡薄怪怪的，无法甲搭配下。好介意。所以有当时啊吼，阮种树仔的时阵哦，我听众朋友嘛，大家嘛听哦。即嘛吼，你莫种竹柏边仔种罗汉松，千万袂通。因为吼，伊食罗汉松食了，伊搁去竹柏，啊竹柏食了，搁要转去罗汉松。哦，安尼你的毛毛虫就愈来愈侪，愈来愈侪。对哦，啊这毛毛虫愈来愈侪安那，啊那你的手甲伊捂着，会过敏呢。对啊，会起疹啊，严重的要看医生呢。啊，所以爱甲糖疗完对吧？嘿，啊来疗完，嘿。啊，要安怎疗？用手疗。你拢用手疗？你唔用筷子疗呀？哦。嘿啦，用手来，嘿，安尼一支安尼疗。是。嘿，蛮疗愈的啦。蛮疗愈的。树啊吼，有当时我们遐救的时阵，有当时会来托梦。甲你托梦哦？你讲的是真的吗？哦，是真的。倒位的树甲你托梦？全台湾，全台湾。真的。真的。你平均几工会接到这款梦？我定。定。偌久一摆？偌久哦？看树仔的大小，要丢照片我看，伊讲我遮烂去，我遮安那。树仔佫会等相片哦，你看。当然伊袂讲话，伊就等相片你看。啊，醒起来的时阵，你敢真正有去迄个所在啊？真正看到伊？就是伊啊。啊？就是伊啊。啊，这张树仔伊是樟树，伊差不多100岁啊。树仔树，嘿，树仔差不多100岁。啊，结果我有一届就经过伊这个公庙啊，开车经过尔，我看别个树仔。啊，结果迄暗吼，我就望着一个树仔在讲，哇，我真忍耐的，阮兜受下啊，我住袂落去，我活袂落去，拜托你来救救我啊！啊，结果我透早起来，我就甲我的学生啊讲，爱注意，最近吼有种仔要来找我找。是。啊，若有联络到吼，一定要留意。是。啊，结果。联络的是龙柏，龙柏，嘿，龙柏，换别个树仔来联络。啊，其实吼，伊的隔壁吼，住一个龙柏树。哦，啊，这龙柏嘛要100岁啊，不过伊要死啊，剩一口气尔。啊，你紧甲救啊！嘿，结果伊迄个公庙阿公阿嬷拢拍电话来讲，老师拜托你来遮看咧，迄树仔我看自细汉看到即嘛，啊，即嘛要死啊，要安那？拜托你来救看卖好无？啊！结果我去看迄个龙柏，我讲阿公阿嬷歹势，真正无救啊！我大看诊看煞，我回头一看，哦，那会是你来找我？哦，你回头看就是迄个托梦的迄个人，因为伊的朋友要死啊，发袂出声音，伊即嘛靠伊来甲我讲。哎呦！啊，所以我去遐，我惊着讲那会是伊。毋是伊的朋友来找，伊讲伊的朋友无啥好，无法度求救啊。所以有一天你也无法度，我会帮你讲。感谢，是，我会无法度，真甲你讲对，快。嘿，后来拄好有人上一张，甲迄树仔一模一样。哎呦！哦，很悬哦，有人说一模一样的树仔，
拄好7月烧真热的时阵要种，真热的时阵是袂用种树啊，树啊种袂活的。为什么？要趁树啊去困才会用种啊。哦，伊即马长咧发，长咧生就对对对对，迄迄个是茂盛，无法度种的，所以农博嘛共款。啊，毋过迄阿公阿嬷讲我即马就要种好啊，我就来种。我讲条件者，大家斗阵种。哦。结果种起来即马哇水咧。哇！所以这阮常常种树啊吼，救树啊也要推广啦。让大人知影讲哦，树啊你要保护，莫讲。压真济肥，迄个拢毋对。你知影树啊是卖贪的，你知无？卖贪，是卖贪心嘛。伊讲伊要1箍，你互伊10箍，伊9箍拢行李的，伊无爱来收的呢。老师啊，我有一个疑问，头拄迄张相片，两边无共款，倒一边是救起来？这是衰落的时阵，结果我记代救，我拢无救煞，就换伊救，换救伊。这个樟树嘛，结果伊家就恢复变青啊！你看，变青，叶啊较侪，伊这是衰落啊。这是救治的前后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要考大家。好，考一题。要打糖吼，赶走有啥物撇步？赶糖，当然起椒啊。起椒啊。起椒啊吼。有当时啊，椒啊，食到巴肚疼嘛，我爱食。甲这有关系啊？甲这有关系？对啊。用声音哦。抓，甲惊。抓药啊！抓药啊！抓药啊！我知。里长报告，规庄的村民即马到庄仔较后来，紧嘞，即马来斗掠糖。叫里长伯啊，放上，众志成城啊！里长伯叫老师来。啊，无就甲惊迄鸟啊共款啊。用声音嘛，糖可能嘛画会叮当。咱就来看正确的答案，甲这大声讲、大声讲有啥物关系咧？驱虫。你要赶伊走，就爱黑白叫。什么黑白叫？真正吗？对啊，我讲的对啊。所以你若是讲这张树啊，即马顶悬有虫害的时阵，你就大声，你就放上啊，放上。糖紧走哦，紧走哦，卖个只树啊！哦，很有效。真的哦。真的很有效。我头一摆听到。你是讲真的啊？讲不是啊？那这安尼有效啊？着你。啊！我就叫我上底下逐工咧画落。无，大话细声者，迄毛虫会着惊着。大声细声伊会着惊。对。有画的糖就会着惊。对，我以前吼也日本读册的时阵吼，有一摆阮要去森林内面要夹树啊，结果老师就讲，来，今仔要上课吼，大人侪人要夹3张树啊，你才会用下课。来，1、2、3，喊。金两衫大声画出来，画上面也好，你安那拢会用的，反正你就黑白叫。结果我惊到呢，我想讲我就很害羞，我想说这什么特别的日本文化。结果老师就行我边讲，你哪无出声？我讲我唔知要安怎出声。如果你唔出声，你大概无法度夹树啊，我还搞不清楚状况。结果5分钟后。迄个森林内面，敢若落雨共款吼。下。迄毛虫下雨滴滴答答都拢搞落来。真的哦。我就问阮老师讲，老师为虾米安尼？老师讲，你知你安尼大安尼画大声的时阵，迄音波吼，迄毛虫惊着，迄骹一揪哦。卡嫩去，它嫩去哦，我真正是卡嫩，伊就弯袂掉就这样落来。对啊。所以迄内底有无像那内底安尼一阵安尼动河安尼做法，徛一排。迄个画面足古锥的呢，到时是像咱做迄个，迄个糖甲画来好无？1、2、3开始。你无出声哦。变成噪音。对，安那呀，公园会变成噪音吼，毛虫都会吓坏，你无要画就对。我唔敢画，我怕民众来检举。所以有当下要注意一下。对啊，恁两个若是带囡仔出去公园佚佗，先画，我糖辣辣的才去耍。对。好，有这招哦。来，我来搁提问一下吼，包油珠的树啊吼，贵倒位会定看会到的？
哎，你安尼讲，我敢若捌看过呢。安尼哦，敢若考一个对不？嘿，对嘛，除了包白色，有包黑色的无？哦，当然嘛有呢，看掉对不？嘛有呢，拢有呢。我公园遐有看过，但是包的都规个款去啊，款去啊，规个连手啊拢挽起啊，规个拢摕走啊。安尼是死掉的啊。到底这叫啥？柳竹啊是啥物作用？包啥物树啊呢？心中的空间较细。伊才有法度适合迄个所在，适合安尼种，才有法度大汉。有差哟，但是包黑有差哦。嘿，以前吼，阮对树仔的概念吼，知识哦无够。啊，种树仔的时阵吼，拢无带拆掉，就安尼包落去，种落去。啊，种落去吼，1年2年过去啊，吼，迄树仔拢慢慢的衰落，了后就死掉。嘿，啊，即嘛有当时黑网有无？你拄则看乌乌的，迄是叫黑网。啊，阮就是贪方便吼，拢无带拆掉，所以即款树仔拢，嘿，你安尼带包落去哦，伊的根哦拢袂出去啊。啊，所以就无法，嘿，对，你就带就是穿小鞋啦。嘿，穿脚会变大，所以迄个柳竹啊是无好的。无好的，迄是早期的观念，即嘛大人爱学起来，莫安尼做啊。嘿，生长限制，安尼是唔对的。你讲的是山栽的时阵包咧树仔根下骹迄个布。爱拆掉，你再带浸落去，安尼才会水。啊，你安尼包掉就无，嘿，伊是贪方便，所以这个观念是唔对的，所以大家爱改。是，啊，这栋哪安尼叫面色着？信义区一栋啊，嘿，对嘛？啊，你不要小看它，我今嘛没有小看呐，我真没办法小看，我们只能仰望，我们连看都不好意思看，连小看。我唔是干啊救树啊，我搁要替树啊找好家，来替伊找好家。对啊，这真正好家。无，这树啊，阮当初吼，在规划的时阵，我是会顾问啊，吼，伊规划的时阵，会东西南北要种啥物树啊，拢有配播。因为伊伫登完对啊，伊迄东西南北迄个风啊，安那起来，啊日头安那伊来，迄种要计算的呢，迄算出来你才会找适合的树啊种啊，遐迄是无简单的。所以规栋树种足多。种树真济，真济种是拢无共款的，拢无共款。有啥？啊，我就讲简单啊，就樱花，伊讲我不爱透风啊，你就袂用放喺遐透风的所在啊。啊，有些一寡树啊会讲我不爱晒日头，你就袂用种喺迄晒日头的所在啊。所以这种无简单呢。这栋的树啊，你去种的哦。哎呀，无，歹势，咱真正是对，咱真正因拢有户籍哦。真的哇，真有可能甲你请来这个，真正，感恩，你当你不离好样咧。这个小节目你就看你啦，谢。无，我是也是啊，大人讲吼，阮即马真侪人拢真介意树啊，要替树啊吹好厝哦。啊，你要带吹好厝，你要考虑伊的环境是安那，伊头有真大无，啊伊风有透无，你要考虑清楚，你再带树啊种落去，才能安尼才对。迄比我救树啊更较紧。嘿，所以民众吼，听众你大家嘛爱学起来安尼，莫凊彩讲我欢喜我种就种，有当时啊。树啊，拢伊啊忍耐，伊袂晓讲话忍耐，嘿，大家爱学一寡，安尼树啊才百年。哇，囡仔这个太触鼻了，真正是多谢黄老师。我学到上重要一项，做树啊医生都有机会去遐。你要考着这医生，你马有才调，无就拜托。无简单的，无好考是毋是？啊，无好考呢，因为吼，这拢是查甫人爱做的工课，毋是查某人爱做的。是，迄种很出众。毋过吼，我当初要考树仔医生啊，我答应我的教授，阮教授要收我啊，伊就讲我即马要培养你3个条件，你爱做无？3个条件。3个条件你爱做无？第一个。扣掉这张执照，一定要扣掉这张。第二个，把知识传回台湾。地下来台湾打出来。对，第三个，登记你的家乡救树啊。
这三个你愿意无？愿意我再培养你，啊无你就滚出去。回馈乡里哇！等于你家己的故乡。所以我伫日本读书，我有考到执照，啊了后我就转来台湾的大学教册，啊教了后我搁去阿里山救树啊。所以你拄则看迄头一张，迄个就是阿里山的樱花树，啊，迄100年的樱花树。规片的嘿。阿里山樱花树吼，伊嘛得新冠病毒呢。啊，就是啊，所以你没去对啊，当然啦。有家嫂，一直家嫂，伊的鱼咧走去，就成功了。伊吼，伊得新冠病毒10年啊，上少10年啊呢，啊全体得新冠病毒啊，伊靠空气感染呐，也空气的病毒在飘啊，哈，所以飘啊，这张树啊就一直感染规山的樱花拢得病。啊，结果阮来救转来啊，嘿！啊，即马拢救转来啊，拢救转来，即嘛全台湾上老的樱花树伊啊，阿里山120岁。树啊，伊的病会甲咱人传染？不会传染，但是你会吃很多霉菌。哦，迄个是树啊的霉菌。树啊，甲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，一定要保护。对。所以老师伊的好朋友拢是树啊，无真正的是人。无啦，有一个啦。有一个好朋友啦，一斤控一个，你敢若一个好朋友？正是你的徒弟哦，是不是？我的徒弟哇，大家爱想啊，有医生一定有嘛有护士啊。护士。哎呀，所以我嘛有护士啊。是哦，有小护士。小护士，哎呦，我讲一个小护士，心在就好。必要的啦，大学生啊，老师水干呢，我现在欢迎老师为南丁格尔小梁，心在就好哎，心在就好啊，心在就好。护士，小护士，小护士，你拄好颠倒咧，你拄好颠倒咧，颠倒病啦，颠倒病，你较像小护士，小护士医生啊，小护士是你啊，你是护士，我变医生的对吧？护士应该安尼啊，那是刻板印象。哦，哎，了解了解者。啊，是讲吼，树啊的护士是要做啥物工课啊？足侪啊，譬如讲，伊树仔即摆破病来找老师的时阵，我会甲老师讨论嘛，就会去现场做一寡初步的调查，伊树仔发生啥物状况，图啥物状况，甲老师讲，甲老师做一个讨论，老师就会开始开药单，阮就会负责拆药啊，药啊拆啊，过来就甲对方讲，我们安怎处理。讨论了后，确定阮就落去救树啊安尼。真正甲护士共款呢。人护士是毋拢爱注射？系啊。你感觉甲树啊注射？挂点滴。点滴。真正大档的嘛，地大档的。是真正用迄滴吗？还是安怎？对啊。共款的迄安尼滴哦。对。树啊嘛有中医啊。嘛有中医。对啊。嘛有西医。对啊。老师你算？我中西合并。老师恭喜灵媒。对啊，你啥物拢爱会晓呢？对，因为卖用药啊就要用中医啊。后壁的相片，工课的相片啊。头一张是阮一草屯的公益中心，这树仔叫凤凰木嘛，帮伊修剪树枝，因为树仔像咱人共款，拢爱剪头毛。你若无甲剪，伊会愈来愈乱，意思相像。你拄要讲爱剪头毛，对。咱路边的，咱迄个行道树，咱嘛是有剪头毛。对啊。安那剪才是对的。路边迄就是伊拢剪甲光大。伊就是像咱摕一支门仔爱拄个，坐，对无？阮咧剪的时候，阮是会看伊的整体的形，较袂讲加像路边安尼，头秃了。对啊，歹看。就是像有时化妆师帮恁set 度的时阵，是咪嘛爱看讲头毛安怎裂安怎剪，安尼较会水。像安尼这种的嘛爱 set 度。迄应该就无法度啊。你咧讲啥物物件？最贵啊！我专门设计，我打一粒头一点外钟，你甲我讲我无法度。所以我拄则我知，我听护士安尼讲，你
今仔日若真正要甲迄树啊要修正的时阵，你爱看伊的形去甲修正，啥物适合伊的，啊伊教出来，伊感觉伊有自信，伊才画了好，是毋是安尼？是啊，你若一下甲伊弄煎了了吼，甲伊的衫烫了，对啊，你会寒，你会歹势，哎啊，搁来刷伊可能愈生愈歹。家进前是毋是爱拍招呼啊？爱甲讲者，爱甲讲者，安怎讲？在精神喊话，我要带你夹球啊，你啊恁来一个。伊嘛会听。爱对懂伊啊，当然。你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？啊，拄着日本的就讲日语，啊，拄着台湾就讲台语啊。是真的，你即马讲的是真的。当然啦，一定我搁要给深深拥抱咧。哎呀，还要敲一敲啊。你讲一个我听，你讲一个。哎，老师，你倒手啊，老师，你来徛遮，嘿嘿，啊，今晚要甲剪，我今晚要剪啊，我就讲，哎，歹势，我今晚要带夹球啊，你啊啉来咧，啉来就，啊，过来，啊，过来就开始夹，就开始记掉啊。所以较大，你小啉来者，我要甲你剪啊，啊，剪啊，啊，伊若同意伊安怎？伊同意就点点就徛好你夹。啊，若无同意就走去嘛。对啊，你小你是要。这是卡通的。打咩，啊，讲没一定会，不过也会安分让你剪，伊会知影是为着伊好，为着伊好，仪式感呐。嘿啦，嘿，仪式感，就亲咩呢？就亲咩？过去，伊真正老师吼，是讲你对待树啊，真正爱敢对待人，有感情就对了。嘿，甲大大甲要真心啦，来讲，要真心啦。啊，不过吼，照顾树啊嘛有撇步呢。比方你即马要浇水，有当时我拢真难死吼，摕一个水管安尼放啊遐，水满的就是袂用的，这千万袂用的哦。你要用迄莲蓬头迄水吼，啊打到它叶子才对啊。哦。哎，安尼顺便来洗澡。伊迄叶啊爱目着水嘛。哎，伊要目着嘿，伊打到的瞬间也产生一种荷尔蒙。因为荷尔蒙可以让它变强壮，抗病的。所以吼，有当时人拢讲，迄种的树啊，你在摸吼，安尼才愈来愈水啊，也会产生荷尔蒙啊。哎呀，我每一工拢甲我的盆栽观叶植物拢讲，哦，就水的，加油，长大，啊，搁爱甲伊摇，安尼，安尼很健康哦。摇，爱摇，因为老师拄我有讲，伊这种生长激素会生出来。嘿，对，老师，那亲像你后壁迄树啊较悬，嘛爱甲伊的叶啊真悬吗？哦，这免啦，这压袂着啦。对啊，树根啦，这已经老树啊。哎呀，啊你较细丛的迄种的，爱需要人照顾的，迄就较需要安尼处理。啊是讲吼，我一直看到你的身材，我咧怀疑讲，你较早就安尼嘛，还是你做护士了，你有咧搬树啊，才变安尼？较早就差不多，即马做护士了，愈来愈大肌，佫愈来愈大肌就对了。哎。啊，伊伫咧你面头前讲伊愈来愈大肌，哎呀，你帅哥咧，愈大肌，你较早教育班长咧，我不是班长，唔是班长吗？我是金城连。你哦，对，金城连。你甲大家讲，你揪花哥，你揪几个？哦，无济啦，20几个。20几个？你揪几个？我一个。你看，哎，拜托诶，做护士咱阮阿上啊，你比啊，我已经赢，你看咱出一支嘴，我甲你讲，安那，甲会比一个手把。我头先问过啊，讲咱足厉害啊，教互上少年的，教上少年。伊讲伊即马长用，逐工拢去找囡仔引导，逐礼拜去的。你家己讲的啊？你讲，我迄是 PYT 啦，是毋是人引导？对，逐礼拜去。对啊，即马长用，我派伊啊。长用，即马长用。阿手把，无问题。手把哦。来，我看你长用，来，切咱手把看。阮这台中啊，你倒位？你这倒位？我宜兰的。好来。我来台好，我来応援一下。安尼啊无，你这边敢好？啊，真好。啊，你这边安尼。倒手让你啦。哎呦，你原本就倒手。倒骹你要倒手啊，正手？哎，倒手，你有法度无？莫讲甲你。会使啊。东哥可以吗？东哥张阿伯可以吗？这大气。小伟。哎呦。丁个啊，丁个咧。丁个就安尼呢，啊人安尼呢，你大条你啊，当然用，起来，安那输要安那输你要安那啊。
在你啊，所以你今天吼，今天护士烫来好清啦。是。赢的其实哦，老师有准备啦。哦，有礼物，有礼物。礼物哦，来，手把比赛来，倒手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最用的，开始。快抓！我袂歹哦，丢，加油！哎呦，叮当啊！阿袂我甲你讲，我知啊，来啦！若要比有力，你较有力，真的啦，大家咧想诶，你较有力啦。你卖输啦，你要我来吗？阮大中输，阮中华袂输，中华。叮，爱我来，来你来，架手啊倒手。来我甲你讲，哎，唔莫讲架手倒手，正平的你来，你来。好看，好多怎么来比？明星啦！你的意思是，你的 PK 我的老师是啥物原因？就是伊的意思是擒贼先擒王。对啊，一定上厉害，迄我真係比啊！你讲会使，你讲会使。伊安尼，拜托，来哦，来！会使你要倒手啊正手，我这就好啊。对头。哦，啊，你要加油哦嘿！加油啊！啊，你甲我画一下开始。帅耶！啊，我有礼物嘛。嘿，我会回你啊。来。啊，你面啊看遐人才知影你输气的表情。你爱挖怪，老师你哇，安尼水安尼水。啊，你甲我画一下开始。一、两、三，叮！加油！哦，老师加厉害嘞！哎，老师，厉害嘞！加油啦！老师加油！哎，中华！冇可能！哎，输哦，老师，脏话之光，老哥，你比人比完了。哎呦，勇气可嘉！卡电，你咧对你甲我看来，我太无卡电。这是一张悲伤的手啊！悲伤的手啊，要安怎改鼓嘞？哎，你这含羞草了，含羞草。哎，爱改鼓嘞！你打击太大哈，我还是送你一瓶药。送你一个奖药。那个香水啦，香水哦。啊，我这手就酸，敢会哎，你买一啉啦。你要酒哟？无啦，你买手才有力，你先含啊，你冇咧搬手啊嘛？要啊，当然嘛爱啊。你生甲遮水怪搬手啊？我爱搬手啊，我要喂头呢，拢爱做。这是啥物？这什么香水？我叫出声，哦哟，这是手味。哦，有嘞。哎呀，这是啥货？驱虫用的。驱虫。恁厝内边吼，啊若有种树啊，你就会挂在那边吼，迄个蚊虫就比较。加抓咧。加抓嘛无效。啊无。嘿啦，嘿，树啊用的嘿，喷一个嘿。啊，你厝内边啊若有种这种盆栽吼，你得喷一个，比较不会有病虫害。啊，浇水的时候从上面浇，以这变养分，可以驱虫埋变养分。阮兜厝内拄好有种。嘿，安尼抱着，全部抱着。生疼敢有效？无效呢，生来咱下节。我今仔日无互你好看，互你民主，连工，我民主，咱等你啊，咱等你。歹看，啊，今仔互你歹看嘛，我歹看无，咱今仔日卖豆粉互伊。卖豆这精彩呢！卖想讲用这就要搞咩事？你自尊坑嘞！好，啊无咱今仔安尼啦，咱今仔听树仔故事，啊，咱树仔伊的地骹，迄涂骹有网路。今仔日你若想要对老师来看树仔，关心树仔，咱手牵起来，甲树仔共款，好不好？到底有要甲老师来做伙去看树仔无？一两三。来，做伙来看树仔。